好在年一个过春天就要来啊！气象署是有估今年这春天呢温度是较悬，而且雨水嘛加较少。不过这3月呢，要是有可能会有这个东北季风落南，所以到时阵提醒大家都要注意温度的变化。寒天你要过去啊，春天准备到位。根据气象署的统计，这个冬季全台湾平均的气温偏悬，雨量偏少。其中西半部6个监测站累计的落雨也创下1951年以来上少的纪录。气象署预估未来春季的天气，同款会是温度较悬、雨量较少的形态。在未来一季模式的预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台湾附近，基本上在温度的部分还是偏高为主，以偏高为主的状况。那降雨的部分的话，还是这种咳嗽的部分会是偏干为主的一个天气。另外，气象署表示，虽然过年到冬拢是温暖的好天较济，但是雪落来受到东北季风和风面影响，温度会下降变冷，上明显的降温会出现伫228连假，而且到3月份也是会有可能有东北季风报道。另外一波东北季风增强，而且随后就是有华南云区东移的影响之下，所以可以看到像是在台湾各地的一个高温上来讲，因为受到云量增多的关系之下，所以整个高温上是会有略微下降的一个情形。那这个情况的话，一直到了后期来讲的话，都算是类似的一个部分哦。针对目前大雷雨的警示，气象署也将预警的范围扩大至沿海地区。若是有可能造成9级的强阵风，就会发布细胞底信来通知沿海的民众、甲海上作业人员。记者陈新东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